帶你睇下茶果嶺村係點樣啟發新一代嘅時裝設計師。大火燒咧就會望到係咁石油氣罐爆炸咯，就好似拍電影咁好恐怖。佢用 vintage 做舊嘅質感同埋拼布技藝而打響名堂。因為啲旗本身係爛嘅，然後我再做舊，再令到佢再爛啲。仲一齊走入本地嘅創意工藝圈。阿東 ，hello， 由茶果嶺踩單車走訪由街頭藝術發展成木藝團隊嘅 Start From Zero 工作室。啱啱開始就好簡單，純粹係好做 street art 嘛。仲有本地嘅 side painter 一齊傾下香港嘅創意文化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專業啊嘛，我就係做平面設計啦，或者畫嘢啦，佢就係做衫啦。今集 Follow Me 見證好勤力嘅 artist 點樣喺香港生存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強 ，Follow me。今集我哋嚟到茶果嶺村，平時咧大家可能覺得呢度有啲溶溶爛爛，有啲殘舊。偏偏咧我哋今次嘅受訪者係一位時裝設計師嚟嘅，而佢成個嘅創作風格咧都係受呢一度所影響。我哋一齊睇下佢今次會帶我哋去邊啦 ！Let's go！林偉強係近年受到好多唔同品牌欣賞嘅布藝職人同時裝設計師，而令人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嗰種拼貼 remade 嘅風格，同埋作品上刻意而為嘅做舊 vintage 質感。驟眼望落，同佢住咗20幾年嘅茶果嶺村環境唔多唔少都有啲相似嘅感覺。唔係呢棟箱係我嘅，我係可能有啲冇改地址，佢繼續寄咗過嚟啊嘛。我得閒過嚟睇下互信咁樣咯。同埋咧，以前呢度唔係就係我住嘅。你可以當劏房咁樣，呢度有3家人住嘅，唔關我事嘅報稅。阿強其實上年先喺茶果嶺村呢度搬走，細個已經知道自己畫嘢叻，想做設計，偏偏住喺呢度，令佢懷疑過自己係咪唔適合從事一啲着重美感嘅工作。就算去到讀時裝設計，由於佢中意嘅係日本嗰種美式 style， 設計比較貼地，着重嘅係背後嘅歷史文化，同當時香港時裝設計界鼓吹嗰種隆重又天馬行空嘅風格，可以話係大纜都扯唔埋。都唔係話作品唔同嘅，成個人都覺得同佢哋格格不入。嗰陣時就覺得其實讀嘅時候都覺得幾冇自信嘅，咁冇話，但係覺得自己又中意創作，咁樣就用自己嘅方法做咯咁樣。咁但係我好中意日本古着文化嘅嘢。之後其實有機會去英國進修咧，發現即係其實喺英國見到啊，時裝就真係好貼地嘅。Fashion 喺英國嚟講，基本上係佢哋嘅歷史嚟嘅。即係佢哋嘅衫嘅演變就係佢哋嘅歷史嘅演變。一件 trench coat 由打仗二戰嘅時期到依家嘅演變到點樣，到 Burberry 係點樣。住咗咁多年，阿強對茶果嶺呢度有好多回憶，仲試過做咗2件作品紀念呢度嘅生活。我哋嚟到呢個天后廟係有咩特別嘅呢？天后廟就我以前嘅遊樂場咯。因為呢度比較大空地啊嘛。咁又另外就大節日就係天后誕咯。天后誕呢度就會搭晒棚做大戲，然後側邊就會插晒旗咁樣啦。我見到你有啲 remake 嘅衫，其實好似都有相似嘅元素，其實係咪即係有 inspire 到係因為呢一個地方？因為呢一期由細睇到大啊，跟住去到差唔多呢個位要拆嘅時候咧，我就記得我執過呢啲旗，我就想攞翻出嚟做一啲嘢咁樣咯。Vintage 做舊嘅質感可以話係阿強作品嘅一大特色，因為啲旗本身係爛嘅，然後我再做舊。再令到佢再爛啲，咁就有呢個好似自然融埋一齊嘅感覺咁樣。細個就係可能喺出面玩到攰，就會入嚟休息咁樣咯。咁入到嚟就當係自己秘密基地咯。但係有咩做啊？平時會喺度？我都唔記得啦，就坐喺度唞涼咁樣咯。佢有啲似嗰啲孫悟空嗰啲《西遊記》。係啊，我平時我細個嘅畫面都係咁樣咯，即係入到嚟好似。唔知又入咗水簾洞咁樣，就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咯。雖然阿強上年先喺呢度搬走，但其實聽呢度話要拆都聽咗好多年。咁你喺度住咗幾耐？20幾年啦。可能20幾年都好長。係啊，即係基本上喺呢度成長咁滯嘅。喺度住嘅人咧，基本上住幾耐就聽幾耐，又話呢度要拆，呢度要拆，都聽咗20幾年嘅。喺我住喺度都已經發生過2次好大嘅火災。親眼見證，親眼見證，然後親眼見證要走火警。我哋走火警就係走去嗰邊，你見到海嗰邊咧就係海皮嚟嘅。你嗰陣幾多歲啊？係10零歲咯。因為喺度大火係特別恐怖啊，因為每家每戶都係用石油氣。大火燒咧就會望到係咁石油氣罐爆炸咯，就好似拍電影咁恐怖。
啱啱咧，你咪話咧，你係經過進修完跟住翻嚟香港嘅。咁其實你初時係點樣入行嘅咧？入行啊？我都唔知我依家嗰行係咩行咩。即係未去英國嘅時候，已經一路留意 Start From Zero 呢班人嘅。咁以前佢哋係做 street art 啊，進修完翻嚟做緊嘢啊嗰陣時，咁因為做嘢比較悶，想揾啲嘢去刺激下，咁樣就膽粗粗就去識佢哋。識咗1年到，都冇1年啊，就話喂，我想做衫啊，不如我幫你做啦咁樣。就係因為呢句嘢，所以就令到你加入咗 Start From Zero 㗎。可以咁講，我覺得好夢幻嘅嗰陣時。咁佢哋基本上就係自己創作，然後做自己嘅嘢，然後喺自己嘅 community 嗰度自己生活、自己玩。而家見到你成副架撐咁樣，係準備去邊呢？準備去阿 Dom 嘅木工工場。係踩單車過去。係啊。咁所以我哋而家係去牛頭角，係啦。哦，咁我哋牛頭角見到咯。好啦，好。轉頭見。Start From Zero 係2000年由 Dom 同 Kato 一齊創立嘅街頭藝術團隊。個 Start 字其實同時代表 Street Art、Stencil Art 同埋 Sticker Art。喺香港 Street Art 未咁普及嘅時候，佢哋由零開始將街頭藝術、模板噴畫藝術同埋貼紙藝術結合起嚟。後嚟仲將街頭藝術元素融入木製品，慢慢發展成今日風格強烈嘅木藝團隊。而近年 Dom 同 Kato 就分開發展，由 Dom 繼續主理 Start From Zero。而以前阿強喺呢度打工嘅時候就係咁樣，每日踩單車去牛頭角返工㗎啦。Start From Zero 咧嘅主理人有冇話佢哋身上有啲咩特質你係好敬佩或者好欣賞嘅咧？我諗勤力咯，我估唔到係用勤力嚟做設計咯。咁我本身我都係覺得我自己好勤力嘅，我以為勤力係只能係做一啲手作嘅嘢啦，但係原來勤力呢個特質都可以做到好好嘅設計嘅。咁我喺卡圖同阿 Dom 身上就見到呢樣嘢咯，就係好強嘅行動力咯。好到啦，我開門先。有一邊，你試下開啊！用力向下撳，再活啲，跟住咧揾隻腳踩低佢。呢個，所以佢係有啲難踩嘅。阿東，喂，hello，帶個朋友嚟傾下。你好，我係阿燕。哦。工作室有3部分，包括製作嘅工場、放半成品、木料等等嘅倉，仲有分租俾其他創作單位嘅工作室，為唔同藝術家提供一個交流嘅機會。呢度就係做組裝嘅嘢咯，咁所有啲螺絲啊、啲電批啊，或者有啲積啊，即係我哋鬥木成日要用啲積我嚟綁實啲嘢嚟開鋸啊，咁樣就喺晒呢一個 area 度啦。我想問呢個籃球板係做咩攞嚟？呢個籃球架就係當其時我哋又有好多 cut off 剩咗啦，有個伙計又好中意打籃球咁，然後就叫佢整咗個籃球框喺度。好齊全啊！我想話啲架撐係啊，同埋好亂咯。咁呢度就係一個 cutting room 咯。咁我哋喺呢度搬我入去好啦，因為又費事阻到佢哋做嘢啦。近年阿 Dom 做埋爸爸，可能因為咁對人零舍 caring，定係想入去吸下塵咯。我見到好多塵，不過呢排牌好有嗰種舊式，好以前香港嗰種 feel。呢塊牌就係卡圖去畫嘅。再嚟啦，呢邊就係我哋嘅飾房啦，即係我哋喺度都會做打磨啊、噴油啊、做 finishing 啊。佢哋20幾年嚟做過好多唔同嘅嘗試，例如阿強最初加入嘅時候就係因為佢嘅強項係做衫，而啟發咗阿 Dom 同埋當時另一位主理人 Kato 去開發時裝系列。雖然大家負責嘅範疇唔一樣，但就各司其職，形成一個有唔同專長嘅創意工藝 community。我喺度應該3年啦，差不多。咁我就負責即係做衫嘅設計啊，同埋有時有啲嘢要車嘅，我就幫手車下咁樣咯。即係有時有啲 project 要一齊出現嘅話，咁我就會一齊出晒咯。唔係就係出衫咯，即係有啲 project 用到阿強嘅就會用佢咯。例如做幅畫啊，例如做張凳啊，展覽形式嘅嘢咯，即係可能我整嚿嘢，然後我整完啦，我嚿嘢要點擺咧，去到要發光又要點裝咧，咁就要教佢哋啦。可能啱啱開始識阿強嘅時候，同你覺得佢而家有冇啲咩唔同咧？以前就密埋，自己好努力，自己好努力做一樣嘢啊，自己好
好獨立思考，貴咗以前平啲咯，而家收費貴咗，咁啊好事嚟嘅，咁啊都抵俾嘅係咪啊？手工嘢咁樣啫。咁有冇話你哋個團隊而家係大約有幾多人？有12個人度咯，木工應該有6、7個咯。admin 有啲project assistant， 有啲攝影師咁樣。啱啱開始就好簡單，純粹係好做 trade 啊嘛。而家就係多咗做管理嘅東西咯，自己落手做係會少啲。但係你會比較 prefer 係即係好似以前咁樣自己一個嘅形式去做呢啲嘢，定係即係好似而家咁樣有一個團隊咁樣，即係或者管住10幾個人咁樣嘅形式去做？我 prefer 係越多人越好嘅，我係貪心嘅。即係阿強嚟嗰陣時，我都叫阿強，不如請我幫手喎。係講咗好多次。而點解係咁咧？就係每一個人嚟都有一個衝擊嘅，即係阿強嚟咗就有衝擊我又唔做衫，就做翻衫咯。每個人有唔同專長，有大事發生就各自埋位，呢個就係阿強、阿當、卡圖而家嘅合作模式。其實最初加入嘅時候，阿強坦言係覺得自己未夠班，所以嚮往可以一班人去成就唔同嘅創作。以前都係一路覺得自己一路要學唔同嘢啊，點樣變到好犀利啊咁樣，但係都一路都唔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嘅。但係即係同佢哋做完嘢，原來一個大 project 係咁樣做出嚟嘅，咁我就開始覺得其實我應該都有人做到咁大嘅 project 嘅。我哋今站去邊？去我朋友嘅咖啡店同埋洗衣服啊。Hello，我帶咗個朋友嚟傾下偈啊。Hello。卡圖由 Start From Zero 獨立出嚟之後，不遺餘力咁推動 Side Painting 美式手繪招牌文化。就算喺佢開嘅呢間咖啡及洗衣店入面，我哋都可以揾到好多 Side Painting 嘅元素。咁人哋識咗幾耐啊？仲係6、7年啊，係差唔多。嗰時我仲喺Start From Zero啊嘛，咁就因為我做街頭服飾噶嘛，因為我一路以嚟都對於時裝係自學嘅，咁認識咗阿強就終於都識到一個人係真係由紙樣由咩自己 develop 做呢樣嘢，咁就好興奮咯。其實識佢嗰時我都興奮，因為我唔夠膽做一個品牌，咁同埋有一班人喺度 support 住，我就唔驚啊嘛。我見到間鋪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作品咧，其實都係你自己一個寫整出嚟。你見到個裝修其實都係阿當整嘅，做生意要保持一個新鮮感，所以咧成日都會搞一啲唔同嘅小活動喺間鋪頭發生。咁其實你見到紙嗰啲唔係我畫嘅，係另外一個朋友阿占畫嘅。早前呢度就搞過一個關於字體嘅 pop up，當時佢朋友占跟卡圖學 Side Painting 學咗半年，見佢都畫得唔錯，於是卡圖就幫手喺鋪頭度搞咗個展覽啦。Side Painting 手繪招牌文化可以理解成係當電腦同印刷未普及嘅時候，用文字去宣傳一啲嘢嘅手繪文化，然後慢慢形成一個文化系統，有唔同嘅字體。而卡圖嘅作品入面，其中一大特色就係經常會撈埋中文字啦。咁可能話英文就可以參考以前美國嗰種咁樣啦。咁譬如話，如果係中文字又有冇咩地方可以參考？我好幸福啊！咁啱住上環咧，有好多海味鋪，就係遺留落嚟好多靚嘅書法字啊，或者靚嘅美術字啊。阿強、阿當、卡圖近年都非常勤力又多產。阿強今年仲成立咗個專係設計帽嘅品牌。品牌需要到平面設計嘅部分，例如 logo 咁啊，好自然就會揾卡圖嚟幫手。如果牽涉到空間裝潢設計，就會揾阿當。有冇話點解你咁中意即係搞咁多唔同嘅即係呢啲咁樣嘅活動？因為香港呢個地方非常之商業，我哋係喺個社會唔係一啲主流嘅人啦，我哋咁講，難免係生存好困難。我就會係成日覺得悶嘅人，成日都同其他地方對比啊。香港好似一個對比話冇咁好咁啊，咁我咪着手搞咯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專業啊嘛，我就係做平面設計啦，或者畫嘢啦，佢就做衫啦。咁我哋每個人都專注喺自己嘅專業，但係有一件事要發生嗰陣時，就聚埋做，大家一齊做埋一件事。唔想香港呢個地方輸俾其他地方，我成日都。早前卡圖喺東京舉行完個人展覽，展覽名叫做 Errors with Pride， 因為對佢或者對一個創作人嚟講，做一啲所謂錯嘅事，其實係喺度滋養翻自己嘅靈魂。其實我哋有兩個身份好模糊嘅，有時係一個設計師，
有時一個藝術家。咁當我係一個設計師個身份嘅時候，我哋要諗得好穩陣。係，即係冇嗰個錯嘅空間俾你咯，或者啲顏色係穩陣嘅配色嚟，你唔可以無啦啦紫色撞青色咁樣。或者係有啲品牌係你嘅絕招就係拼布，咁每一次都係揾你拼布嘅。咁我話其實我拼布都玩夠啦，想玩第啲嘢，咁唔得，你都係拼布啦咁樣。咁日本展覽就係一個休息嘅機會咯。我要做一啲唔需要考慮好多嘢，個考慮之處就係我自己覺得好爽，就諗翻點解細個點解會開始畫嘢啊？咁因為好多新嘅思維都係亂咁做實驗，睇下做出嚟。咁一個展覽就係一個實驗咯。喺香港成日話做創作慘過乞食，但有班中堅分子就靠住勤力同埋 build up 起自己嘅 community 嚟話我哋知，原來可以唔認命。